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小學組舉辦嘅第21屆聯校運動會，現場氣氛熾熱，學生們亦都熱情高漲。當日嘅田徑賽項目有跑步、跳高、跳遠、擲木球、擲壘球同推圓球等比賽。57間教區小學分別派出幾十位同學參與，除咗嘉賓校長接力邀請賽有睇頭之外，大會亦都邀請咗教區中學嘅同學，分別進行咗男女子組接力表演賽，展現咗教區大家庭團結合一嘅精神。今屆運動會最終刷新咗7項大會紀錄。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仲奪得男高同埋女高嘅團體總冠軍，高主教書院小學部獲得男初嘅團體總冠軍，而女初團體總冠軍就由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帆道奪得。呢次運動會唔單止展示咗學生們嘅運動才能，亦增強咗彼此之間嘅友誼同埋團結。